这个重点从看下当不同的，这样就来接纳对吧？盘点具体的呢，看重的能气业者、民众业者，科目大的。必须来继续的继续的，简单的看查看业务，脑力过程，业绩和管理，他们大致都是积极的，完成了3种，如果他产业绩大，这个经济，如果他产业的这个方面，你看3种的完成的，你今天的个人职业的，你忙不忙情况，按的，尽量比这个好，你那些他们看到其他的，跟他这边3种的完成的。连长、经济连长对了，有那个可以那个，只要做农场里面，就是什么，人们的垃圾，对吧？我得说这个。中间点呢，就他们把看了练参数，里面的他们就基本上下就两个行业合算，你就是很多呀的把看给国内给重给，你们不肯定是多几大致。他们比如说中央网络呀，天气是哪里？天气很热的是，那对吧？哪个有啦？严重问题了吧？对吧？看到我们在那里就会那个，今天是那个程度呀，那很好一点，有程度的人，那比如说有人家可能帮着就强的，那来就很合理。很多老师他做考研嘛，推荐重庆那里是，他年能起的不能，刚刚的运动那边去今天哪样的啥，他们后来天晚上那个加大部分会忙的是哪个？是成都那些嘛，然后那个老板老板的，就是都怕是个我不说的，我用了的啥？你看他我说的这个墨镜公主过年噻，最近你看我都电视那个，而且你在重庆那个超级别的，点外的别的好像是别人是个超级多。See you tomorrow. Good night.